Hello，K 今日又去邊度睇樓啊？哇，呢個屋苑幾好，有兒童公園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利嘉閣地產 K 汪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個維景灣畔嘅兩房單位。今日咧就帶大家睇到呢度，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咧，歡迎聯絡我啊，拜拜。